大家睇住啦，將芋頭上鑊蒸一蒸，呢個唔會只有廣東人先知道嘅芋頭新食法吧？入口鮮香粉糯，食一次啊，保證你會中意嘅。做法好簡單，記得點讚收藏起身啦。你喺揀芋頭嘅時候咧，唔好淨係睇樣啦，一定要用手抖抖佢。呢種輕手啲嘅咧，佢澱粉含量就高，食起身嘅芋頭啊先係又香又粉嘅。不過大家要記得啦，喺摸呢個芋頭之前咧，一定要記得戴翻個手套。芋頭同埋維生入邊咧都會含有草酸鹼嘅，所以我哋啲皮膚掂到之後咧就會好痕啦。芋頭去皮之後咧，切成薄片，再切成呢啲好幼嘅絲。切好嘅芋頭絲咧，大概有2斤左右啦。切好之後咧，加翻一殼鹽，炸佢2分鐘。我哋用鹽醃過啲芋頭絲，等佢軟咗之後咧，我哋整丸仔嘅時候啊，就冇咁容易斷開啦。大家睇睇呢個芋頭絲咧，已經變到好軟好腍啦。跟住咧，準備1斤唔肥唔瘦嘅梅花肉，去皮之後咧，將佢剁成肉碎。呢度記得唔好剁太碎啦，有翻啲肉粒咧，食起身更加有口感嘅。等啲油熱咗之後咧，放啲肉入去，將佢爆香爆乾身。再將啲切好嘅香菇粒、蝦米倒入去，再炒佢1分鐘。調味咧就放生抽、白糖、蠔油、少少五香粉，將佢炒勻之後咧，倒入啲香芋絲入邊，再加啲蔥白入去，跟住放翻2殼呢個調配好嘅現成嘅蘿蔔糕專用粉。出邊好多茶樓咧都喺度用緊佢嘅，20幾年老牌子啦，由細食到大。平時咧用嚟整蘿蔔糕啊、芋頭糕用起身咧都好方便嘅。我將佢放喺視頻嘅左下角鏈接啦，大家有需要嘅可以去睇睇。然後咧要用手將佢揸勻，如果覺得有啲濕唔成團嘅話咧，就要再加啲粉落去，直到好似咁樣揸起身咧可以成團咁先得嘅。團好之後咧，用手輕輕將佢搓圓，一個個擺喺盤入邊咧就可以上鑊蒸啦。等鑊入邊嘅水滾咗之後咧，大火蒸翻佢18分鐘。如果太長記唔住嘅話咧，可以點個讚留翻個關注，下次咧隨時都可以睇得翻啊嘛。唔該晒大家。時間到啦，打開蓋睇睇，淋翻啲蔥花，香噴噴嘅香芋丸啊就可以出鑊啦。咁樣整出嚟嘅香芋丸啊，真係又香又粉又糯。一上台啊，大人細路咧都肯定爭住食。學識咗記得點讚收藏起身啊，自己食。